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，我们要看今天的信息。今天的经节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。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。如果你有带圣经的，请你翻开你的圣经。好，如果没有带圣经的呢，好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幕。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，自己买吃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，2条鱼。”耶稣说：“拿过来给我。”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地说：“是个鬼怪！”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后面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，说：“你们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4月份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月份，是一个充满生命、充满复活、充满盼望的月份。主，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在下个礼拜，我们有许多的布道会，不论是在台北小巨蛋，甚至在桃园的文昌公园，甚至在月底我们在桃园的少年抚育院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做成这些善功。主啊，愿你的灵亲自来感动众人。主啊，让众人看见主你所要成就的美好的大事。主，也求你再一次透过今天你的话语、你的信息，把你的信心赐给我们，赐给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得着信心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勇于面对挑战，让我们在生活上更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：信心就是接受挑战。跟你旁边说，信心就是接受的挑战。好，所以任何事情要有信心。什么是代表有信心？就是你愿意接受挑战。当挑战来的时候，你会选择逃避，或是远离，或是你要去面对它，甚至接受呢？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开始用这个赵永基牧师的4度空间的信息来帮助我们。从前面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思想的部分，我们的思想要正面，思想要积极，并且我们的思想要合神的心意，按照圣经当中建立我们的思想。而第2步呢，就是要有信心。这信心并不是我们自己去打造，我们自己去塑造，而是根基于我们的思想，而这思想更正是根基于上帝的话，所以是连成一贯，是一体，是一体的。所以信心必须要有正面的思想。而在上一次我们的信息当中，我们也提到 Rhema 和 Logos， 就是信心的凭据，就是来自于上帝的话。而上帝的话呢，一般我们所读的是一个 Logos， 就是经文，就是圣经。但是我们更要从经文里面去领受那个 Rhema， 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启示，独特的，是个人的。所以在你读圣经当中，不是很单纯的就是圣经打开，然后我就是来听，而是你要从圣经当中看到，哇，上帝在对我说话。在我刚当神学生的时候，去到一个教会，带一个国中生在读圣经，然后他这个国中生是一个很叛逆，当他在读圣经没多久之后，他就跑来说：“这个博智哥，博智哥就是我。”
好，博士哥，好，我觉得这个我回去读箴言，我觉得箴言里面每一句话好像都在对我说的。哇，我说对，这就是上帝要对你说的，因为他领受的不是只有 logos， 而是 rhema， 所以上帝直接透过圣经对他说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和信心之后，你就能够建立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和信心，而上帝的话语就会根基在你的思想当中，在你的意念当中。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节马太福音，好，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五饼二鱼，耶稣喂饱了几千人？5000人。好，耶稣喂饱了5000人，但是在这个喂饱5000人的当中，之前和之后其实都有故事存在。之前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喂饱5000人呢？因为在14章的22节就让我们看见耶稣来了许多人当中，在那边做什么？怜悯他们，因为看到这些人生病了。所以耶稣在那边办一个医治的布道会，他就是好像一个医生啊，专门来医病。他凭着信心，靠着权柄来为这些人医病，医好了这些的病人，甚至病人多到一个程度，哇！从早上到中午，从中午到下午，从下午到傍晚，从傍晚到天将要黑。所以门徒就好来提醒他们老师，怕他老师忘记天要黑了，所以说耶稣这也是野地，而且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就回去吧，他们可以回到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但是呢，耶稣在这边却挑战他的门徒，给他的门徒第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如果你这时候你是耶稣的学生，你会怎么样想呢？哇，挑战来了，信心就是要接受挑战，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就接受挑战，没有第二句话，马上就去找，把所有的食物收集起来。哇，耗费了大半的时间之后，收集起来发现这里的食物只有5个饼2条鱼，所以第二个挑战又来了。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，但是有多少张嘴巴？5000张嘴巴。跟你旁边说有5000张嘴巴。好，如果5000张嘴巴都向你张开要东西吃，你能够去喂饱他们吗？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挑战有多么的大。所以耶稣呢，好，他就接受这样的挑战。这时候门徒他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耶稣接受这样挑战，就拿过来，并且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就递给门徒，然后呢，要门徒递给众人。而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，当门徒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就每个人都拿到饼，而且每个人都吃，5000张嘴巴，5000个肚子都喂饱。这里不是说只有吃到，是怎样吃饱？所以有人说，好，这个神迹，好，其实呢是当大家看见耶稣这样信心，所以大家就怎样把他们自己身上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。好，所以那时候呢，就哇，所以本来是5个饼2条鱼，又加上了香肠、热狗，又加上了鸡排，加上了有人可能带了吐司，带了牛奶，所以大家有什么食物通通都拿出来。哇，他来解释这样子，所以5000个肚子通通喂饱。但是你觉得这样子有可能吗？或许好，可能会大家拿出他们的食物，但是绝对没有不够喂饱5000张的嘴巴。好，所以你要相信这是上帝所行的神迹。跟你旁边说，要相信这是上帝所行的神迹。因为圣经很清楚，喂饱了5000个人，甚至还吃剩了12个筐子的零碎，12个篮子的零碎。本来是5个饼2条鱼，连1个篮子都没有，但是这时候却出去一堆的食物，到最后还装满了12个篮子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神迹发生完之后，耶稣马上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随即催门徒上船。好，我们说随即，大家吃饱了，吃饱之后要做什么？不要忘记一开始我们是在医病的布道会，医到最后，哇，大家肚子饿，所以给他们吃。但是吃完之后应该继续怎样？或许可以继续服侍啊。但是耶稣这时候突然踩刹车，停了他的医治布道会，然后马上叫这些学生通通都到船上去，然后呢就要他们渡岸到对面去，然后耶稣自己到山上去祷告。你可以想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？但是呢，挑战还没有结束。当这些门徒他们上了船，
开始摇橹，然后要过这个加利利湖，到这个湖的对岸。可是呢，在湖当中的时候，风不顺，所以他们在摇船的时候是逆风而行，非常的辛苦。你不要忘记，这些学生他们大部分的职业是什么？渔夫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哪里？在船上面。所以他们是靠水为生。所以这个划船对人来讲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可是呢，连他们都遇到吃力、困难的状况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风不顺有多么大的不顺。然后到了甚至呢，摇到半夜还没有办法到达对岸。所以到了耶里士今天的时候，耶稣他祷告，看见这边说，耶稣看见他们的在他的门徒们在湖中船不顺，耶稣就走过去他们的旁边。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，是从水面上走过去，所以这些门徒看到有人从水面上走过来，就惊慌，就大叫：“啊，是个鬼怪！”就害怕，就喊叫起来。我想，如果在那个半夜的当中，你们有在半夜当中在湖边或是在海边？好，可能没有。牧师有时候常常晚上11点，我们的管理员下班之后还要在教会，好，可能要到1楼，可能要到3楼，好，然后呢就常常不搭电梯就走楼梯，走楼梯呢你就从8楼这样子摸黑走下来，好，不晓得你有没有体会过，摸黑走下来，然后这样转角，哇，不晓得会突然一个转弯，会有个什么东西突然出现，然后让你吓一跳。所以我们的管理员啊，其实我们的管理员好，每个都很勇敢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的管理员都很勇敢。因为他的工作呢，就是到了11点之前，他要从8楼把所有的灯关到1楼。但是我发现呢，我们教会的每个管理员，好，以前的、现在的跟以前的，哇，他们在做这个关灯的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做什么？每个都在唱歌，好，那他们要唱歌，为什么呢？好，要增强他们的信心和胆量。所以他们一定是一边走一边，因为他们不是搭电梯关灯，要走楼梯下来，还要去巡每一个教室。所以一边走一边唱歌，所以每次如果听到有人唱歌，就知道是管理员来了，而且他要关灯。好，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缺乏他信心，在黑暗当中，如果你越担心越害怕，哇，你的那个恐惧是越大。但是当你有了信心，你就不用恐惧。但是这些学生们，哇，他们被这个风浪吓到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风浪，或许他们都是渔夫，然后他们看到居然在这风浪当中，居然有人在水面上面走路，他不是划船，他是走路，所以他们吓得更用力，更害怕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是耶稣，耶稣说不要怕。所以呢，哇，当这些学生一看到居然是他们老师，他们那个害怕的心马上就怎样，就不见。可是这时候就有一个人，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，这个人是谁？彼得。他说：“耶稣，主啊，如果真的是你，你可能在那个地方，我在船上这边。如果是你，你叫我从这边走过去。如果是你，会不会想要做这种事情？会吗？会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彼得呢，他很有信心，说：主啊，如果是你，我在这边，让我跟你走过去。好，因为耶稣不是要走到他们船上。好，如果你看另外一个马可福音，耶稣是要从他们旁边过去，好，比他们提早到湖的对岸。”但是呢，彼得他们看到，就说我要走过去。当他开始走过去的时候呢，结果他看到了风浪大，所以他就害怕又来了，所以他就这样沉下去，他就大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只有4个字，好，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祷告，就只有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所以祷告要不要学？好，其实不用学。好，在你最危急的时候，你就是大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好，美国人最喜欢说 “Oh my God”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这个网络上的用语叫 “OMG”。好像已经把它输入在这个牛津的字典里面，叫 “OMG”，就是 “Oh my God”。好，就是主啊，救我！这样是一个祷告。但是当彼得走过去的时候，好，他看到风浪太大，他就沉下去。可是呢，当他喊“主啊，救我”，耶稣就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就把他拉起来。好，当然没有记载说他到底是潜入多深，或是耶稣跳下去。但是当耶稣把他拉起来之后，就骂了他一顿：“你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什么？为什么疑惑呢？”我们一起说疑惑。彼得他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，就是他要走过去，可是呢，他有这样的信心很好，但是呢，他有疑惑。所以
耶稣就骂他们为什么疑惑呢？然后当耶稣和彼得一上船，就脚一踏上船的时候，风浪就止住。这时候，这所有的门徒就在船上跪下来做什么？拜耶稣，敬拜耶稣，说啊！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念：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好，大声一点，再一次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当耶稣喂饱5000个人，他们有没有说这句话？这么大的神迹，他们没有人说哇，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。或许他们有人给耶稣拍掌拍手，但是当耶稣从风浪当中穿过，并且止息了暴风雨和风浪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，就完全的镇住，跪下来说：耶稣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了。从这整个经节来看，一开始是5000多个人在那边，到后来耶稣赶走他们之后，叫12个人上船到湖的对岸，然后呢，从5000变到12，12呢变成他们在水面上是耶稣和彼得，主啊救我，只有2个人，而到最后结束是你真是神的儿子，只有1个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信心的定律，信心就是要接受挑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除去我们心中的怀疑。如果在你的心中，或许你觉得你很有信心，但是就像彼得都那么有信心，发出自己一个挑战，给自己一个不可能的挑战，我要走到耶稣那边去。这么有信心的人，他还是会怀疑。所以会怀疑是正常的，跟你旁边说会怀疑是正常的，但是还是可以靠信心胜过怀疑。所以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的什么的拦阻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拦阻我们要奉主的名挪去。第二，我们要仰望那位主，呼召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说呼召。这位主他说好，你来，彼得才说来。如果耶稣说 no 不可以，你留在那边，彼得会不会走过去？我看他打死也不敢。所以他是因为有耶稣说 OK 你可以走，所以彼得就走了过去，他就真的走在水面上。所以上帝一直在呼召我们，与他同行。而且当他呼召了我们，他会给我们什么？恩典。我们说恩典。上帝会说好，你来，要淹死人。然后耶稣在那边骂说：你这个小气人，你要有信心，从水里面爬起来，从水里面爬起来。耶稣不会这样，耶稣给他恩典，马上伸手拉他一把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上帝常常会主动邀请人与他同行。其实你可以，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，不是人去邀请上帝，上帝啊，你来帮助我，而是上帝他去找人，呼召亚伯兰，他的名字原来叫亚伯兰，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，到我要你所要去的地方去，是上帝呼召人。上帝上礼拜张瑞贤牧师说，上帝呼召哪一个人？约瑟，也是上帝在异象当中呼召他，启示他。虽然上帝没有直接对约瑟说话，但是上帝让约瑟有异象，有异梦，让他有智慧，让他有能力，有聪明。所以上帝也带领他从他的居住的地方去到了埃及，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。所以上帝包括到新约也是。好，今天我们所看到彼得，耶稣也呼召好你过来，或是这些12个门徒都是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信心很重要，就是要有上帝的呼召。这个 Rhema 很重要，你要听见上帝对你的呼召。跟你旁边说，要听见上帝对你的呼召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被上帝呼召，上帝呼召你做小组长，上帝呼召你来做服事，上帝呼召你在敬拜团，在音乐当中，但是是不是一定就能够完成挑战？不见得。你要凭着信心才能够完成挑战。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失败的例子，他们被上帝呼召了，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完成。譬如说所罗门王，他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，从他一出生，他的命定就是要成为以色列最强盛国家的国王，但是他却没有信心完成他人生该完成的挑战。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，被婢女引诱，跟这些妃子去敬拜其他的神明，离开了上帝。所以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包括连基甸，勇士基甸，
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带了300个人去追赶几万的人，打赢了几万的人，但是到最后年老的时候，他也却随从了其他的神，他并没有把信心完全的跟随上帝，是相当可惜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，信心接受挑战的功课有4个。信心接受挑战的功课有4个。第一个，信心不是凭眼见。我们一起说。好，如果你有带圣经来的，我要请你翻看你的圣经。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。翻到了吗？好，翻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今天下午学青团契的翻圣经比赛，结果最后第1名是哪一区？国中区。好，是那个年纪最轻的国中区，他们打败了高中，也打败了大专和研究所。所以我们这时候给这些国中生给他们拍拍手，好不好？他们翻圣经真的是翻得很快。好，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：“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。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上帝，并且信上帝会赏赐那些寻求神、寻求上帝的人。”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教导了信心的功课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，就算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如果上帝给我们再好的东西，我们若不能够相信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上帝是给我们再好的东西，你不能相信，一切都是枉然。在19世纪，英国的浸信会有个牧师叫做司布真，我们一起说司布真。司布真呢，他就常常是以祷告著名，他教导他的门徒、信徒要祷告，而且呢，他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：当你最不愿意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。当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你最不想啊，可能是你最累；最不想，可能是你最饿；最不想祷告，可能就是你最忙的时候。代表这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，阿们吗？他的学生就跑来问说：“老师啊，老师，在一次聚会当中就说，怎么样我们的祷告之后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回应，上帝的 OK？ 我们跟上帝要这个东西，可是怎么样让上帝说 OK？” 哦，19世纪他的学生问这样的问题，这时候司布真他们那时候没有手表，他们是怀表，他就把他袋子里面拿出一个金表，好，金的表，然后呢就放在桌上，这样放在桌上，然后呢他也没有回答，他就说：“谁要这只手表的人就过来拿。”哇，这时候学生们搞不懂老师在做什么，然后呢大家就坐在台下，然后呢开始心里面想：老师在做什么？他在给我们出题目吗？会不会我等一下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他突然打我一下，或是突然骂我一下，或是要考验我呢？结果呢，这时候没有人走出来，只有一个小女孩从后面咚咚咚咚咚就走过来，然后就把这只表拿起来，然后司布真呢怀表就把这个怀表交给这个小女孩，说：“这个怀表是你的，小心不要打破它。”然后就给她带走了。这时候呢，这些学生们大家就哇，为什么我刚才不去呢？为什么刚刚我不上来呢？为什么刚刚我不去走上台去呢？说老师再一次，好，没有再一次。但是呢，这时候司布真就告诉他们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当你相信是你的，你才会走过来。好，你不相信，你坐在那边，永远会不会是你的？永远不会是你的。还好，刚才没有人走过来，所以可以把这只表带回去。信心呢，就是帮助我们去得到上帝的美好的赏赐和应许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永远就是坐在这个地方，你只是头脑想：到底他在说什么，在说什么？可是当你有信心，真的从离开你的座位站起来，才能够去得到。所以信心是一个过程，跟你旁边说，信心是一个过程。信心不是靠我们的眼睛所看见。好，所以这个人
就是斯布真。他说信心不是靠眼见，而是你要有行动去支取。第二个，属灵的眼睛才是信心的眼睛。我们一起说一次，属灵的眼睛才是信心的眼睛。信心不是靠你的眼见，不是靠你这一对眼睛看到，哇，我看到我才要信。多马说耶稣复活了在哪里？除非我看到我才要信。No， 那个不是信心，是用你的属灵的眼睛去看到的，那才是信心。我们再来看创世纪13章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。创世纪13章的14节，翻到了吗？好，又是国中生这边翻到了。我们的国中生很爱翻圣经，感谢主。创世纪第13章第14节到14节到第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罗德。好，在这边是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之后，上帝也交给他一个功课，就是怎么样来塑造他的信心呢？就是上帝对他说：“你要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观看，举目观看，观看。”我们一起说：“举目观看。”上帝要亚伯拉罕，你看，向你的东边看，向你的西边、南边、北边，尽量的看。你所看到的一切地，我都要把它赐给你。哇！上帝在你旁边这样说话，哇！如果在今天就不得了了。上帝如果对你说：“你举目观看，你在桃园市尽量看，你所看到的地，上帝都赐给你。你要去哪里看？好，跑去艺文特区看，好，因为那边是现在地最贵的地方。也已经有人说我要跑去101看。”哇，去101我就可以看到新竹了。所以从台北到新竹，上帝都要赐给我。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好，你一定会跑到最高的地方，然后举目观看。而且你不是只有看地，你还要看山，还要看水、看海。上帝用仰望的法则来帮助亚伯拉罕，那时候叫亚伯兰，告诉他：“我要赐给你。”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样子塑造他的信心。甚至呢，上帝在夜间叫亚伯拉罕走出他的帐篷，出来看，看天上的星星，说：“我要让你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星这样的多。”上帝叫他看地上的沙，说：“让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土那样的多。”这就是一个仰望法则。我们一起说：仰望法则。如果是按照我们肉体眼睛啊，什么东西就是星星，好，就是沙嘛，好，就是地嘛，就是草嘛。我的子孙怎么能够跟那个连接在一起呢？但是他把属肉的眼睛变成属灵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，他看见他的后裔要在那边的时候，这就变成他的信心。所以希伯来书11章怎么说呢？好，我们来翻开希伯来书11章1到2节，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。刚才延秀长老有带我们所看的，翻到了。好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，我们要从第1节念到第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古人在这个信心上面得到美好的证据。好，我的这一本的翻译是：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，获得了上帝的赞许。信就是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，对没有看到的事情有确据。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过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？有没有看过他的子孙像尘土那么多，海边沙那么多？其实是没有，好，因为他到100岁才生一个儿子，他的儿子也到很晚才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，所以他看到他的孙子的时候，他都已经非常的老迈，但是呢，这些却不成为他的障碍，或是让他怀疑，他有信心，所以他有信心，他才会成为信心之父和多国之父。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，属灵的眼睛帮助我们看见神正在进行的事，而且让我们知道如何与神同工。你有这个属灵的眼睛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背后神正在做这些事情。
而且神正在做这些事情，我才知道我要怎么跟神同工。如果亚伯拉罕用他的自己的方法要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他会怎么样？他的老婆不能生，所以他跑去跟他老婆的婢女生。好，他用他人的方法，所以生出了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夏甲。最后2个人跑去了旷野，在那边哭。上帝还是让他们应许成为大国和大主，但是却造成今天回教徒和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非常大的纷争，因为这是用人的方式，没有帮到上帝的忙，而且还给上帝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好，到今天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有属灵的眼睛，你会看见，哇！我要等候上帝。上帝说明年99岁，明年这时候你要生啊，他就会生，他才真的能够相信成就上帝的应许。属灵的眼睛帮我们看见上帝正在做的事情。在旧约当中，列王记下的第6章讲到了以利沙，先知以利沙。当先知以利沙他受到亚兰王好的这个威胁的时候，因为他透过以利沙对以色列的王说话，所以亚兰王每次要攻击，每次都失败，就很生气。他就问，去探听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。人家说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，所以亚兰王就下令把他抓来，我要把他杀了。所以他就派了大队的军马出去包围。而在以利沙的家中，他的仆人，好，就是你途中看到这个年轻人，他看见，哇，主人啊，主人不好，外面有很多的亚兰军队，他们来了，要来追杀我们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但是以利沙一点都不担心，他反而在那边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，叫他们看见。”原来以利沙他没有看到什么呢？当这少年人被以利沙一祷告之后，他眼睛一看见在整个他的家外面有更多的军队，是火车和火马包围着这些亚兰的军队。哇！这时候这少年人，他整个的这样信心就来了，说根本就没什么好怕。哇！这时候他信心充满了，我们的比他们的更多。哇！他就在拍手叫好，说哇，我们一点都不害怕。所以为什么以利沙他可以在那边没有事情？因为他有一副属灵的眼睛。我们说属灵的眼睛，当你的属灵眼睛能够看见，外面不管是谁在包围你，不管现在谁在面前给你呛瞎，不管谁在威胁你、恐吓你，在背后给你搞怪，你都不用担心，因为你知道，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上的更大，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上的更大，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害怕。所以这个故事后面的发展也很有趣。以利沙要接着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封住这些亚兰军队的眼睛。”所以这些亚兰军队的眼睛，他们怎样，通通都看不见，就傻傻的等走。结果呢，不小心居然走到他们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境界里面去，就走到以色列的土地里面来。所以他们眼睛一亮的时候，发现糟糕，我们是要来追拿这个以利沙吗？结果跑到敌国的这个部队当中，哇，每个都吓死。所以这时候就有人问说：“以利沙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吗？”以利沙说：“不用，给他们吃。”好，给他们吃，所以他们就请他们吃饭，然后放他们回去。这时候回去之后，他们就报告亚兰王。从此亚兰王，圣经说亚兰军队再也不敢来侵犯以色列。你可以看见一副属灵的眼睛，非常的好用。跟你旁边说，属灵的眼睛非常的好用。怎么去得到呢？就是你要读上帝的话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去勤读。第三，信心是什么呢？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，抱持可能的胆量。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，抱持可能的胆量。我们来看一段经节，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我想这个经节你会很熟。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，翻到了你就说翻到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国中生，他们已经翻上瘾了。好，请我们大家也能够回去好好的翻圣经。11章24节翻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，只要信是手得着了，就必得着。只要你们祷告祈求，无论什么，只要相信得着了，就必得着。
很多我们都会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事情求。你要考研究所，你要升官，你要考大学，你要准备好的工作，你都跟神祷告。可是祷告完之后，你还是在重复的祷告。其实这样祷告是有问题的。我再讲一次，你在为同样的事情重复在祷告，这样祷告是有问题。主啊，让我的病能够赶快好起来，让我家人的病能够赶快好起来。但是呢，你每次的祷告都一样，让我家人病赶快好起来，代表你的信心还是停在原来的地方。当你祷告之后，你要相信会成就，你的祷告内容会转化，会转变。如果你的祷告一成不变，代表你的信心一成不变。所以，当你祷告了，可是却没有办法相信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跟你旁边人说，当你祷告了，却无法相信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请。很多时候你会祷告，可是你祷告之后，你会想说啊，应该不会吧？可能上帝没有听见，可能这不是上帝的旨意。这就是，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在印尼有超过2亿的人口，而他们基督徒超过10%。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。好，2亿的人口，10%的基督徒是多少人？2000万。好，这是几年前的数字。好，现在应该是更多。台湾2000多万的人，好，只有3%到4%，好，甚至到5%，好一点到5%的基督徒，不过是100万而已。但是呢，在印尼却有2000万的基督徒。而在印尼泗水有一间教会，好，他的牧师叫做亚伯拉罕·艾利克斯，他的教会呢有25000个会友，所以他们盖了一个25000人的会堂。好，这就是艾利克斯牧师，还有他们的会堂。好，可以同时坐25000人，哇！所以在那时候他们盖好的时候说，这是大概是当时，好，全世界可以容纳最多人的教会，就是在这个印尼这个回教徒的国家当中。那这个牧师呢，哇！你看他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，而且是大有能力，好，能够在回教国家建立一个这么大型的教会。可是呢，在他身上缺一个很不顺的事情。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儿子是那个脑性麻痹，所以生出来之后呢，就变成这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语言，好，就是他的行动不便，脑性麻痹，所以行动不便，所以他走路可能100的，所以常常有回教徒就来用这个儿子来攻击他。你看那个大教会的牧师，他的儿子居然是脑性麻痹，一定是咒诅，好，连上帝都不能救他的儿子。他又怎么能够去救人呢？哇！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牧师，他非常的痛苦，好，他非常的为这件事情也是跟上帝祷告，我也是跟上帝祷告。但是呢，一直到后来，韩国的昭恩基牧师去到了他们的教会去办培灵会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培灵会后之后呢，昭恩基牧师，那个亚伯拉罕就跟昭恩基牧师说：“啊，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面，让我的牧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我都快要没有信心继续牧会了。虽然他有超大的教会，25000个会友，但是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办法胜过。”昭恩基牧师就鼓励他：“啊，你要仰望神，好，要有信心，要用仰望的法则。”所以就告诉他说：“现在开始3个月，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。”就到你的这个儿子的房间，然后透过十字架来看你的儿子被医治的样子。好，透过十字架看见你这个儿子被医治的样子。好，然后为他来祷告。这个亚伯拉罕牧师呢，他就照做，哇，果然每一天，第2天早上起来，他就起床到了儿子的房间，然后透过十字架看见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怎么样被神医治，然后呢去塑造这个信心。就这样1天、2天、3天，1个礼拜、2个礼拜。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3个月到了，好，当然赵文基牧师没有在那边，他就接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牧师的电话。你猜什么事情？没有，是那个亚伯拉罕牧师打来，很灰心的说：“赵牧师，我的孩子还是一样，我觉得我再怎么祷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下去。”这时候赵文基牧师，好，他就这样，他自己说。他突然一个念头跑进来，说：“
你那时候哪壶不提提哪壶，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情交给别人呢？可是呢，赵基牧师在他想到这种想法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警觉，这是撒旦的诡计，所以呢，他马上鼓励这个亚伯拉罕牧师，告诉他说：“我们既然都已经祷告了，我们就仰望到底吧，祷告到底吧，继续的祷告，也不要再告诉他几个月。”所以他们又继续的祷告，就这样子，到了第4个月，有一天早上，当这个亚伯拉罕照样要过去他儿子的房间为他儿子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他那个儿子就叫他爸爸，然后就自己就站起来，好，就是好好的站起来。然后呢，他看见他儿子就完全的被医治，好，完全的被神医好。后来这个他的儿子还结了婚，还生了3个小孩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当你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，继续祷告。当你觉得不可能，但是你只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就是继续祷告，继续的相信，继续的仰望。第4个，信心就是要为神冒险，勇敢踏出传声的第一步。你说我有信心，当耶稣在他对面对彼得说：“好，你来。”彼得他不敢下去，他这样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信心。但是彼得他后来真的跨出去那一步。当他跨出去那一步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走了几步，但是你可以看见他的确是走在水面上。只不过他看到那个风浪实在太大，所以一怀疑马上就沉下去。但是彼得还是真的走在水面上面。信心就是要愿意为神冒险，不是为自己，为神冒险。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到第7节，翻到了吗？今天都翻新约了，旧约比较少翻。好，谢谢。今天这个大专，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到第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悯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必广行赦免。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说：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有时候你要祷告，你不知道跟谁祷告，那是最惨的事情。你不知道跟谁祷告，那是最惨的事情。所以对今天基督徒来讲，很幸运的，你知道要跟谁祷告，你知道要跟谁祷告，跟谁求。但是更惨的是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风浪当中，没有人能够救你，所以你就这样，病急就会乱投医，就会四处去拜拜啊。可能听说这个神蛮有效的，好就去拜一拜；听说这个算命先蛮有效的，就去算一算；听说去那座山上的庙蛮有效的，就去求一求；听说在哪个地方有什么就去。病急乱投医，但是没有办法寻找。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，寻找他。当上帝呼召你，代表上帝他在你的面前，你就要回应他，就要为他冒险。当上帝没有出现的时候，你要回应他，你想要冒险也没有办法。你有信心，你有勇气，可是神却没有事情给你做。所以你要抓住那个时机，信心才会冒出来。信心不是说，当彼得在那边说，耶稣叫彼得你来你来，彼得说哦，我先祷告禁食祷告1个礼拜，我信心够了之后我就会走过去。1个礼拜之后就没有那种风浪，1个礼拜就没有那个机会，就没有那个场合。当耶稣给我们，上帝给我们呼召，给我们挑战，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见证分享，你要不要来为耶稣讲见证？下礼拜有一个聚会，有一个服事，在文昌公园，你要不要来去参加？你要不要去做见证？在复活节当天，你可以有个机会来向你的亲人传福音做见证，你要不要？甚至我们有个机会到少府院，可以去帮助一个悔改的年轻人，你愿不愿意？当上帝在呼召你的时候，当可寻求的时候，寻找他。就说哦，等我考完试，
等我大学考完，等我毕业之后，等我上班之后，等到真的你已经完成你那个事情的时候，或许那时候神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量给你，让你有机会去展现你的信心。所以你要立即的回应，跟你旁边说要立即的回应。所以信心不是一个状态，是一种生活。跟你旁边说，信心不是一个状态，是一种生活。在19世纪美国大复兴有一位很有名的穆迪牧师，这个穆迪牧师呢，他就是带来全美国的大复兴和大觉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他很年轻，就立志呼召成为牧师。他要成为牧师，然后他也要追随耶稣。但是呢，他一直觉得他的信心没有办法提升起来，所以呢，他常常去参加培灵会，常常去山上去祷告，他常常去参加各种的聚会，提升自己的信心。可是他形容他那个信心，就是回来1个月之后就没有了。所以他说，我的信心就好像那个撒在路边的种子，虽然有撒种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长大，信心没有办法长大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他读了罗马书第10章17节，也是上礼拜我们讲到所提到的金句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这一句话突然进入他的心，变成他的 Rhema， 上帝给他的特别的一句话，特别的启示。所以这个穆迪牧师，他开始领悟到，信心是从听，听是从基督的话。所以他开始非常认真的去听讲道，他四处去听讲道，而且他非常认真，每一天早晨就开始默读圣经，默想读圣经。当他这样做之后，上帝的话他开始建立在他的里面，而且每次他默想完之后，他就把这些话转作他的祷告，说神啊，这些话求你成就在我的身上，用上帝的话来祷告。没有多久，他就领受到这样的信心，他信心越来越强壮。后来他就成为美国非常有名的布道家，在美国一带带领几万的人来归主和信耶稣。所以信心是一个冒险，冒险不一定是你要去做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冒险不一定是你要去为主做多大事情。冒险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从你回应这个百日读经，每天灵修，你愿不愿意早上的时间你早点起来，读完圣经再出门。好几年以前，我听过我们一个同学的分享，在我们这边，他说他每天去上课以前，一定先读完圣经，然后他再跑去搭公车。哇，那个真的是让我很大的感动和激励。你能不能够看重上帝的话语？你能不能愿意在早上的当中为神冒险？我一定要读经，我才要出门；我一定要读圣经，我才要吃早餐；我一定要祷告，我才要吃饭。愿意为神冒这个险。或许你可能那一天你也有考试，或许那一天你可能要准时，或许那一天你有很多的事情在你身上，但是当你向神跨出一小步，神他就要回应你，他就要把更大的信心来赏赐给你。跟你旁边说，要勇敢的为神冒险，从每天灵修开始。后面这句话怎么比较小声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你每天灵修开始。让我们来反省自己，当你看见四周围的风雨风浪，这些风浪再怎么样的强大，你能不能像彼得，耶稣的一句话胜过这些风浪？耶稣站在风浪当中说，好，彼得你过来，你就不瞬时之间你就看不到那些风浪，你就过去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你会说，哇，不行啊，我要每天灵修。可是呢，我一看到下礼拜要考试的科目，准备的期中考、期末考，要准备的学测、机测这些的考试，哇，我就受不了，要交的报告我就没有办法。我想我这一辈子可能要等到我考上研究所，或是我去研究所毕业，我才有办法灵修。如果你永远这样，你的信心就是没有进步。但是你要开始提升你的信心，我也愿意为神冒险。虽然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虽然我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，虽然我有很重要的约会在等我，但是我愿意为神冒险，把神摆在第一。还有，当你沉到海浪当中，你要说主啊救我，还是你要自己？彼得会不会游泳？彼得会不会游泳？他绝对会游泳，因为他是渔夫啊，
他搞不好还可以潜水跳下去，徒手抓鱼上来，抱一只大海龟上来。可是，在风浪当中，他没有自己的好，耶稣你不用救我，我自己游回去。彼得他有这样子吗？我想那个风浪是大到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他只能在那个当中喊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”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接受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要让主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依靠上帝，因为你愿意为神冒险。如果你不是为神冒险，你根本就不会喊主啊救我，因为说啊，这是我自己酿的祸，是我自己要做的，所以跟耶稣没有关系。但是彼得他很清楚的知道，这是他为耶稣所冒出的那勇敢的一步，所以耶稣一定会负责救他到底。今天我们有个机会，就是要为主冒险。有几张照片我让大家来看。昨天是这个大甲妈祖绕境好的第一天，然后呢，在前一天他们就开始造势，甚至还这个创先力办了一个妈祖的演唱会，好，妈祖的演唱会，所以台湾这个消妈咒，好，真的是越来越效，好，越来越盛行。然后呢，我也看到哇，在那个演唱会当中，居然出现了一个 JJ， 好，他的基督徒的艺人，他居然也去站台。这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，一个基督徒的艺人可以去妈祖那边唱歌给这些唱给妈祖听吗？如果是你觉得这样 OK 吗？但是呢，马上有一个意念告诉我，当你不去唱的时候，别人也会去唱，而且他们听不到上帝的爱，听不见上帝的福音。正是因为那个地方需要爱，那个地方需要听见神的爱，所以你更要去。所以我马上把我那个念头转换，好，那我就为这个艺人祷告，好，让他能够站在那个台上，对着这些妈祖的信众几万个人，能够把上帝的爱唱入他们的心中。在几年前，牧师在南部牧会的时候，因为是在嘉义中会，嘉义中会包括云嘉南，所以那个西海岸就是所谓的西海岸，都是在拜妈祖。在拜妈祖当中，我就特地，因为从小都住在台北，从来没有去看过，所以就特地在那个大拜拜的妈祖绕境的时候，这些不是我拍的，这是我网络抓，但是我就去看这些在拜妈祖的人。当我看到他们在转角，看到这些抬着抬轿，他们在行走，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因为要穿那个古代的衣服，穿着那个草鞋，然后戴着斗笠，就白天大太阳这样子下面这样走，然后忍受那个鞭炮的刺耳，还有那个炸药炸在他身上，但是他们是非常的疯狂，爱妈祖，好，愿意为他做这样的事情。连基督徒搞不好都不见得有他们这么样的爱他们的神。但是让我看到的是那个灵魂里面的空虚和缺乏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牧师是一个美国人，这个叫做马可牧师。马可牧师他20几岁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20几岁就是一个企业家，成功的企业家。可是20几岁，上帝就呼召他，你要来服侍我，我要差派你去传福音。他就放下他的事业，然后就去各地传福音。然后我在嘉义的那几年，他每年一定都在妈祖绕境的时候来到云林，来到嘉义。然后呢，他做什么事情？当前面在抬轿的时候，他就在后面行走祷告，连续9年的时间，连续9年，前面在绕境，他在后面祷告。然后呢，甚至呢，他看到有人钻轿底的时候呢，他就会举手为他们祷告。他看到甚至这边是后来跟着他一起的服侍的教会，他们也穿的这个，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好，当然他不是马可牧师，他比较胖，他比较瘦，但是这是一些基督徒。他们呢就看到有小朋友在那边坐着等排队的时候，他就过去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们。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，有没有人愿意为耶稣冒险，去为他们祷告？有这么多的人，他们需要有一个神；有这么多的人，他们需要听见福音。有多少的人愿意去呢？
或许当你要为神冒险的时候，人家会反对，说：“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去教会？你干嘛去参加福音队？你干嘛去参加什么布道会？下个礼拜干嘛去文昌公园？你知道文昌公园都是什么人去的吗？”当有人反对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给你的呼召，你愿意去吗？好像我刚刚所讲的 JJ， 或许有很多的声音批评他、攻击他。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去站妈祖的台？可是你愿意为耶稣冒险，我相信你愿意坚持到底，神要与你同在，让你的信心不要动摇，让你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坚定。在今年的暑假，我们就要去到云林，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的消息，就是在云林有一间教会，2间教会，好，但是我听到其中一间教会分享，好，就是这个水林教会，他分享他们的年轻人，他们家里面全部都是拜妈祖，那个教会只有10几个人，可是那个教会的传道去接触年轻人，然后呢，把他们从妈祖的手下抢过来，他们每个礼拜6晚上跟我们一样，都有周6的礼拜，他们每个礼拜都有查经，而且还要抄笔记，讲道也要写笔记，他们每一个都这样立志说：“我不要再拜妈祖，我要信耶稣。”在我们的台湾，正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愿意去到这些地方，去帮助他们。这是另外一个，也是在云林的教会马光教会，也是一个传道胖胖的传道，他也带了很多的年轻人，把他们从偶像的权势当中拉回来。在今年，有多少人愿意为神的冒险？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，而不是说：“哦，等到我7月我再来准备就好了，等到我考完试期末考再来想就好。”你现在就要开始预备。如果这是神给你的呼召，如果神说你要去，你就要去，拿出你的信心，勇敢的去。神说你来，你就要来，就要勇敢的来。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，借着这首诗歌，我们来祷告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。天使高声，天使高声齐颂，万物都屈膝来敬拜，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超乎万民。好你的心，耶稣要对你的心说话。耶稣，荣美的救主，复活全能真神，荣耀君王，神羔羊。
拜我们的神。单单爱他，他是配人的。耶稣光柱，超乎万民之上，耶稣。对耶稣说：“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。”对了，耶稣，我要。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的当中，对主说：“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。”更多的说：“耶稣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我要永远。”用你的心灵。用你的真实，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耶稣的心要向你敞开，耶稣要对你的心说话，再次说：耶稣，我要永远来敬拜你，我要永远敬拜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我爱你。的荣耀超乎万民之上，每个尊崇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耶稣我主，超乎万民。主说：“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他。当趁着你在会堂当中敬拜神，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，来向神祷告，用你的信心向神祷告，让你的祷告一次比一次更有信心。甚至当你不知道怎样祷告下去的时候，在不可能的当中，你能拿出可能的胆量。主，我相信，我向你祷告。主说：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我的意念
高过你的意念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意念是什么？你的道路是什么？你的意念能够高于神的意念吗？你的道路能够高于耶和华的道路吗？或许你的一帆风顺，或许你能够呼风唤雨，但是仍然不够。求神开你属灵的眼睛，让你看见神的火车和火马，天军和众天使是怎么样的敬拜他，是怎么样的爱他，是怎么样的来歌颂赞美他。今天你的敬拜或许还是在地上的敬拜，但是神要提升你，开你属灵的眼睛，让你看见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敬拜，那在我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。众天军天使，众长老夫妇的敬拜，昼夜的敬拜，因为他是那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配得称颂，他是配得的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的神。你看到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你听见天使唱歌的声音吗？若没有信心，这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，都不能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信心就是你要走过来，就是你要走出来，踏出你的那一步，而不是停在那个地方用头脑停在那个地方，事情就会发生，而是你要走出来。那么再次来敬拜神，我邀请你打开，向神祷告，求一件事情：主啊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；开我的耳朵，让我听见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荣美的救主，复活全能真神，荣耀君王，神的羔羊，神羔羊，圣洁和公义，荣耀的拯救主，荣耀神性，天使高声祈求。
耶稣我爱你，用你属灵的眼睛来敬拜。我要永远敬拜，耶稣我爱单单你，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。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要永远敬拜，耶稣我爱对，耶稣，我要爱你，我凭信心爱你，耶稣我爱我凭信心来爱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要。最大掌声来拍掌归荣耀给我们的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天君天使和我们的